华山基金会西港站服务在地乡亲已经第11年啊，为了庆祝11岁生日，特别伫关怀站举办感恩的茶会。 华山基金会西港站自100年开始在地服务，帮助超过200位的弱势时代。为了庆祝11岁生日，嘛要请时代来关怀据点参加感恩茶会。感谢这华山基金会，嘛希望讲借着咱社会的力量啦吼，会当继续把咱华山基金会感恩支持。我们身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啦吼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做出比较大的贡献。 基金会嘛带时代来到金沙花旗幕报道，那散步那看回来放松心情。花旗木呢也非常远近驰名，所以很多游客都会特地包游览车下来，所以就是特地趁这次感恩茶会，也可以带长辈画画，然后制作我们一个打卡板，然后我们再带他们去赏花。 来参加的时代拢真欢喜，希望会当互更多人注意到这个时代，互社会会当加一份温暖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